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今朝兔囝为囝死。今朝早仔种落，大概伫半年到8个月就会兔囝。兔囝就是兔金蕉果，吐出来的果叫做金蕉囝。金蕉果兔囝煞，差不多2个月至4个月就会使挽啊。母长兔囝，囝若大有够水，就会开始冷气。这句话意思是讲，做爸母的为着事实会甘愿牺牲，为囝付出，不管是趁钱来予囡仔读册，还是囡仔需要啥，爸母拢会拼死扛来予囡仔，予囡仔无烦无恼。以上感谢收听。